大家好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去探訪一下全港首個嘅公眾加氫站啦。呢個公眾加氫站咧就係位於元朗坳頭嘅。咁你見到呢一個氫能站咧，好顯眼嘅咧就係佢寫住有呢個 H2嘅字眼喺度啦，同埋呢一個藍色嘅色調去設計啦。咁呢一個咧喺我哋一般嘅油站咧係比較唔同嘅。咁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咩叫加氫站啦。其實而家汽車咧，除咗主流嘅用汽油驅動啦、柴油驅動，同埋而家有電能驅動之外咧，其實仲有一種新能源嘅汽車咧係用氫能去驅動嘅。咁為咗去推動呢啲氫能源嘅汽車嘅發展咧，咁啊政府咧就設立咗呢個全港首個嘅公眾加氫站啦。呢個公眾加氫站咧喺2023年11月20日咧開始建設啦，歷時1年嘅建設咧，去到2024年11月26日咧落成啦。咁嗰日咧仲舉行咗一個典禮啦。但去到而家咧，你會見到仲有啲工人咧喺入邊裝修緊啦，咁即係仲未啟用住嘅嚇。咁如果佢啟用咗之後咧，就會係全港首座集油氣氫電服務一體嘅綜合加能站啊！嗱，呢個氫能站咧，啲氫氣咧其實就唔係香港嗰度生產嘅，而係同大陸買啲氫氣，然之後再運過嚟呢度啦。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隔離有一架嘅氫氣罐嘅拖車喺度啦。如果呢一度咧啟用咗之後咧，每日會提供1噸嘅氫氣嘅。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全港咧係得一架嘅氫能嘅汽車啦，就係城巴嘅一架嘅氫能巴士啦。不過咧，城巴咧喺西九龍車廠咧都有自己嘅加氫站啦。我諗佢都未必會用元朗坳頭呢個咁偏遠嘅加氫站住嘅，佢應該會用翻自己嗰個啦。咁但係未來咧就有一啲車咧都會可能使用呢個加氫站嘅，就係未來咧食環署咧就會啟用3架嘅氫能洗街車咧作為試驗嘅。咁我諗到時候嗰啲洗街車咧就可以使用呢個公眾加氫站啦。叫得公眾加氫站啦，即係呢個加氫站咧係任何人士、任何車咧都可以喺度咧補充氫氣嘅。但係咧其實而家喺香港市面上咧暫時都係未買到呢啲氫能汽車住嘅。不過其實都有啲車廠咧係推出呢啲咁嘅汽車嘅，例如 Toyota 咧有一款嘅 Toyota Mirai 嘅汽車啦，Toyota 未來咁呢款車咧就係用氫燃料電池嘅驅動嘅。不過呢款車咧就冇喺香港市場發售啦，但係就有喺日本同美國市場去發售嘅。如果你細心留意嘅話咧，其實我頭先係一路好強調咧，呢個係全港首個嘅公眾加氫站啊，我特別強調公眾呢個字嘅，因為其實全港首個嘅加氫站咧並非喺元朗坳頭呢一度嘅，而係咧喺城巴西九龍車廠嗰度嘅。其實城巴咧都可以話咧係香港使用氫能源汽車嘅先驅啦。嗱，佢呢一個嘅巴士啊，就喺2023年11月29日咧就出牌啦。2023年11月30日咧，呢一個嘅加氫站咧就啟用啦。咁樣當時仲舉行咗一個開幕典禮啦，仲邀請咗啲政府官員嚟啦。嗱，城巴呢個加氫站咧，每日咧就會提供500公斤嘅氫氣啦，佢足夠咧10至12輛巴士咧去使用嘅。咁但係暫時佢得1輛嘅氫能巴士啦。嗱，城巴其實咧都計劃緊咧起多另一個加氫站嘅，咁兩者都會採用唔同嘅運氫技術啦。嗱，首先咧喺西九龍嘅呢一個嘅加氫站咧，佢本身都係用一啲嘅長管拖車咧去運送氫氣嘅，即係從大陸咧去買啲氫氣啦，買嚟呢度，然之後咧再去供呢啲氫能巴士去使用啦。至於咧佢計劃緊未來喺香港島嘅嗰個加氫站咧，佢就會咧透過煤氣公司嘅氣體供應網絡咧去供氫嘅，咁啊有另一個嘅供氫嘅方法啦。好啦，咁講到呢一度啦，咁而家香港咧好似都會逐步咧有一個氫能源發展嘅藍圖啦。咁到底氫能係環唔環保呢？因為就發展啲咁嘅新能源，其實大家都係想即係空氣潔淨啲啦，又環保啲啦。到底氫能源係咪咁潔淨，係咪咁環保呢？氫氣咧經過反應啦，轉化為電能之後咧，只會產生水，但係就唔會咧排放二氧化碳嘅。咁所以咧，其實呢架巴士啊，係唔會咧排放任何二氧化碳喺呢個市區入邊嘅。咁所以其實佢會令到市區嘅空氣比較潔淨啦，咁都看似係好環保啦。咁但係咧，其實氫能嘅生產咧好多時咧都係唔環保嘅。而家世界上咧超過95% 嘅氫能咧都係屬於一種叫做灰氫嘅氫能嚟嘅。
咁生產呢啲咁嘅灰氫嘅過程呢，其實呢係會使用化石燃料啦，同埋會生產二氧化碳出嚟嘅。其實呢，即係將個污染呢由架車本身呢轉到去製氫嘅工廠嗰度啦。當然啦，雖然呢啲製氫工廠都係會使用化石燃料啦，但係佢嗰個能源嘅轉化效率呢，應該係會好過一般以柴油同埋以汽油驅動嘅汽車嘅內燃機嘅效率嘅。咁所以咧，其實佢都可以咧節省一啲嘅化石燃料咧，做到減排嘅作用啦。但係咧，始終咧佢都係會使用化石燃料啦。但係其實未來咧，如果你話生產氫能上面可唔可以有個技術上嘅突破咧，係可以嘅。而家有部分嘅氫能咧，其實係叫做一啲嘅綠氫啦。咁生產呢啲咁嘅綠氫呢種氫能嘅時候咧，其實就只會使用可再生能源去生產啦。咁到時候咧就相信會環保好多啦。不過咧，由於個成本可能比較昂貴少少咧，暫時呢種綠氫咧都未係普及化住嘅。咁啊，主要都係用化石燃料同埋會生產二氧化碳地咧去生產呢啲咁嘅氫能出嚟嘅。不過近年呢，社會上對氫能汽車嘅討論咧就越嚟越多啦，而政府都好有心啦，已經提早咧去提供呢啲配套啦，提供咗呢一個公眾加氫站啦。未來咧佢亦都會喺九龍啦同埋港島嗰邊咧揾一啲地方咧去起翻啲嘅公眾加氫站啦。咁到時候咧應該會有一啲企業咧可能會率先採用呢啲氫能汽車啦，配合翻政府嘅政策啦。咁到時候咧香港嘅氫能嘅汽車可能就會越嚟越多噶啦。咁今集去到呢度係咁先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